教授正伫向全国头一摆伫担市会小解台湾乌楼，马钦在地乡亲做伙来了解，为何台湾因为乌楼而美丽伟大。正教授会中用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对地球所翕的影像来证明乌楼嘛是老一辈所讲的乌水沟是往北流，并是中国所讲的往南流等白产。加上水流相急，大航海发现台湾的不是中国，嘛再次证明台湾自古无属于中国。明帝国进前的这个因所讲来台湾，拢总是去满白骗母黑白讲的，所以咱即马咱研究历史、研究这个地理，这所有看起来，甲包括科技的这个部分，支那因咧讲，伫这个三国时代、伫隋帝国、伫元帝国来到台湾，迄拢总是黑白讲的吼。啊，这我会伫这个演讲内底，将科学的甲历史的这个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研究呈现这个事实的情形。咱安尼政府一直咧追求安尼发展的时阵就是对着咱台湾先天遮尔好的一个自然的资源条件咱有这是咱上界珍贵的一个资产咱应该有嘛是爱重视这嘛会当成做咱一个真好的一个优势啦真好的一个条件。会中议员嘛邀请市府文化、观光等相关局处来见证郑教授对历史、地理科学甚至政治角度分析台湾乌楼，借此让大家重视台湾自然环境、守护乡土的决心。咱的新闻阮吉采访报道。